艾滋病發病嘅初期咧有5種嘅表現，1分鐘帶你了解清楚。第一咧就係口腔或者係嗰啲隱私嘅部位咧就會潰爛，咁生殖器咧會頻繁咁出現一啲疱疹，漸漸咧佢會導致一個局部嘅潰爛，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非常明顯嘅症狀。第二咧就係頻繁咁出現一啲頭痛啊、發熱嘅呢啲症狀，因為呢個 HIV 病毒咧導致咧呢個患者嘅免疫力低下，所以咧就容易造成各種各樣嘅感染。咁第三咧就係淋巴結腫大嘅情況，尤其咧腋下嘅或者係頸部嘅或者係腹股溝嘅呢啲淋巴結咧，佢隨住病情嘅發展啊，呢個淋巴結咧就會越嚟越多。第四咧就出現皮疹嘅現象啦，咁佢嘅表現咧就係皮膚度咧微微咁隆起，摸上去咧又唔痛又唔癢，身體嘅各個部位咧都可能會出現嘅。咁第五咧就係呼吸道系統嘅異常啦，好可能咧就會出現一啲頻繁嘅咳嗽、持續嘅胸痛。咁隨住時間嘅發展咧，甚至咧會出現一啲呼吸困難啊，或者係咳血嘅呢啲情形。如果你有上述嘅呢啲症狀啊，咁就一定要及時就醫檢查。大家記低未呢？